對於善豐花園被指原來嘅建築商喺完工之前將責任轉移去到第二間建築公司，有議員認為，如果行政調查結果顯示而家嘅建築公司需要負上責任，原來嘅建築商亦都唔能夠完全逃避責任。就建築商將責任轉移，有建築界人士指，本澳現行嘅法律冇禁止建築商將責任轉移去到子公司，又或者其他建築公司，呢一個係屬於商業行為，但唔排除關於利益嘅問題。希望政府從源頭着手，做好立法工作，監管業界。母公司同子公司嘅關係咧，佢為咩要搞多間公司咧？佢不外乎係將利益或者責任咧轉移嘅啫嘛。因為咧，事實上而家喺澳門，你商業註冊嗰度好簡單嘅啫，你做個登記，做個註冊得。咁譬如而家我哋過去曾經有啲一流公司啊、一人公司啊都有嘅。而對於善豐花園被指原建築商喺完工之前將責任轉移至榮福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議員吳國昌話：80年代澳門經濟繁榮，本地嘅建築商傾向集團化經營，成立子公司。佢估計善豐花園原來嘅建築商亦都有可能喺當時轉向集團化經營。佢又話：而家政府正進行行政調查，如果結果顯示而家嘅建築公司需要負上責任，原來嘅建築商亦都唔能夠完全推卸責任。咁就係話整個過程裏邊咧，佢何傳記嘅負責人本身啦，就係喺度做啊嘛。如果過程中有咩偷工減料，當然你可以話政府都有問題啦，唔使講啦。除咗政府都有問題之外，呢個直接進行工作嘅係佢呢間母公司負責人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就唔使恐慌到話以為佢可以推得晒責任咯。善豐花園事件嘅法律程序可能涉及龐大金額。吳國昌認為政府跨部門跟進小組同埋法務部門應該確保善豐業主取得司法援助。